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哎呦，我咧感觉这艰苦的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艰苦你唔着爱讲。哎呦，我巴肚都疼。啊！你要做做听？哎呦！你先生啦！我要做老兵。你开心啦，开心啦！慢慢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我稳当，我稳当。好诶。我应该的时阵，我的家后跟我也是共款华人在身，可是我却不能亲像迄位渔夫迄一样照顾自己的母囝。唉。秀子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你来定定要安尼。人这是阮小姐吩咐我送来啊。林贵无对伊的这段时间，若毋是恁小姐定定安尼咧照顾阮，若无，四大嫂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若阮小姐讲，你即马有身体的，若无时常食一寡营养的物件，身体若歹歹，安尼就毋好呢。对啦。我有听小舅在讲，恁小姐家己伫要接棍啊，敢真实的？唉，若是讲到这件代志，阮小姐伊实在足可怜的。是安怎？阿伯敢毋是讲有要甲伊招一个翁婿？四大嫂，你毋知影，但阮小姐讲，伊对伊的终身大事已经心灰意冷。阮老爷若要将伊许配互啥物人？伊就嫁互啥物人，就算讲是一个下狗，也是一个痴迷的，伊嘛绝对袂反对。是安怎呢？老实甲你讲，阮小姐伊早就有意中人啊。伊讲，若是袂当甲家己心爱的人，会当结好。那安尼，嫁互啥物人嘛是拢共款，规地拢嘛无感情。你知影阮小姐的意中人是谁无？提起此事言难尽啊，愿我神仙作龙鳞，定是红线来错引，情人。才会变成无缘人。呀，恁小姐意中人，伊是啥物人？就是四少爷。金花，你等我，恁贵定要做的歌里啊。用情世家的文味，要予金花你的欢喜啊！
兄弟，唔通乱讲。咱兄弟是大丈夫男子汉，既然投军报国，自然就以为率德为重，哪有迄个用功去想出来缀某囝呢？哦，咁安尼？兄弟，你莫问遐尼真多。难得咱今仔日这个时阵有时间，咱唔通放弃像咱的武功，利用这个时阵出来去外面训练武艺。真好，行，咱来去。好功夫，确实好功夫。兄弟，走，去走。少年啊，小等下，你第几赢的？第几赢的？小姐，你起来食药啊！小玉，外口搁咧透风啊湿。是啊，还搁咧落雪呢。天又不切风，恁贵是不是有平安？家己唔知影照顾家己的身体。小姐，你家己已经病到遮尔厉害啊，你唔通想遐济啦。咱姑爷身体一向拢真健康，伊袂破病啦。来，紧来，趁小啉一罐吼。小姐，东姑娘送来米，敢若剩一点仔尔，无够通我煮饭，所以我只好煮一点仔糜。你紧啉一罐吼。小玉，害你缀我伫辛苦，我变哪会安心？小姐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有法度通我忍受，我嘛会当忍受啊。紧来，趁小紧啉一罐吼。金花，开门啊！金花，小姐，敢若是阿玲的声呢？是阮阿娘，紧去开门。金花，娘。
命，踮遮受苦。娘，我毋惊艰苦，只是袂当伺候母亲的斥下。讲起，拢爱怪恁老爸，若毋是伊逼你，你嘛袂留落来到遮。娘，这一切拢是命中注定，哪会怪阮阿爹？是啊，婆婆啊，等你甲看卖啦，倒啊即款的破药，而且伫咧酒外看，这是咱金花家己心甘情愿，怎会用怪咱厝内人？你较莫讲话。莫讲就莫讲，我也足平大讲。金花，阿娘看你面色，敢若无较偌好呢？安妮，阮小姐已经破病几啊天啊。啊？破病哦！哎呦，烧到遮尔厉害，这要哪会用的？紧去请一个大夫来啊！娘，毋免请大夫啦，过2天啊就好啊。哎呀，你这囡仔，有病无要看大夫，这要哪会用的啦？安妮，阮小姐伊逐摆若破病，无钱通请大夫，又搁毋准我转去甲你讲，伊每一摆拢骂你。金花，你安尼是要哪会用的啦？娘，你的身体以后都拢真好，我是敢若小可受着风寒，莫食药仔嘛是会好啊。哎，你这囡仔哦，都是这尔搞怪。来，紧坐坐。你看这好无？哎呦，你食这糜这个暗，啊你敢会饱？连这米，我是当姑娘你送来的。我可怜的囝，阿娘吼，甲你载足济物件来，暂时恁食甲穿的，拢免烦恼。后摆若是欠啥物，尽管叫小玉转来摕，毋免惊恁老爸。阿娘，我已经计有4人柜，算起来都是世界人，要哪会用个搁拖累安娘你？免哪会袂用的啦？咱4人归因大伯是家财万贯，伊哪会放你踮咧遮，互你伫咧受苦？咱4人归去当军，到底是死也活也毋知影。金花，我看你规气搁去嫁嫁，较刁直咯。大嫂，你看毋对啦，我金花毋是迄种不守妇道的查某。咱若人贵10年8载才要转来，啊，你要安怎？莫讲是10年8，就是20年、30年，我嘛是共款要等你倒转来。嫁夫随夫啊，是孤魂，阮言灵改嫁，迄个灵的夫君，阮自愿寒毛受贫困，暂记良音来打新婚。我是为你来着想，未来的悠悠岁月中。恁规个看来是了夭寿啊伤，伊一定前世三场中。玉秀，你哪会坐开喙，都无一句好话？哎呀，宝宝啊，人讲的话拢嘛是事实的。搁再讲来讲去嘛是为着咱金花好啊。你甲我点去，徛去边啊！莫讲就莫讲啦，话搁讲倒转来，4人跪去当兵，生死也毋知影。就算讲伊无死，若是讲真实倒转来，也无啥物款的前途啦。结果是伫咧军中做一个火头军。